新增商品，打開 CMS， 點擊商品，點擊零售商品，點擊新增，入到商品新增頁面，點擊頁籤一般頁面，喺顯示度選擇商品顯示喺邊幾間鋪，填寫商品編號、商品名稱、商品描述同詳細內容。點擊頁籤分類頁面，選擇品牌與分類，分類可以選擇多個，例如選擇上衣呢個分類嘅同時，亦可以選擇呢件商品更詳細嘅分類。點擊頁籤相片，點擊選擇檔案，上傳商品圖片。點擊頁籤售價同屬性，選擇此商品含有其他選項嗎？為是，就可以開通商品屬性。點擊為此商品添加選項，就可以加新屬性。注意，商品選項係俾客選擇嘅商品屬性，例如同一件商品有唔同顏色、尺寸等，商品屬性唔係必填。如果冇特別屬性嘅商品，可以跳過呢步。售價設定寫商品的零售價同標價。商品資料填寫完成之後，右上角儲存，便可添加一件新的商品。根據商品的信息，喺商品管理頁面就可以揾到呢件貨啦。編輯商品，單個商品編輯。如果需要重新編輯已經建立嘅商品，打開 CMS， 點擊商品，點擊零售商品，揾到想重新編輯嘅商品，點擊右邊嘅檢視圖標，進入商品編輯頁面，可以對呢件商品嘅各項信息同設定重新進行編輯。編輯完之後，點擊右上角嘅儲存。批量編輯，批量編輯可以讓我哋更快手一次過編輯多件商品。打開 CMS， 點擊商品，點擊零售商品，剔選想批量編輯嘅多件商品，點擊批量編輯。喺打開嘅批量商品編輯頁面，可以一次過修改已剔選商品嘅各項資料。編輯完之後，點擊右上角嘅儲存。編輯模式，喺編輯模式中，我哋可以更有效率咁管理同修改商品。打開 CMS， 點擊商品，點擊零售商品，點擊編輯模式，進入編輯模式，點擊顯示斜線隱藏欄，選擇需要編輯嘅內容。例如要增加商品存貨，就喺庫存選項度選擇需要增加庫存的店鋪，並點亮庫存同更新庫存。輸入要增加嘅存貨數量，點擊現在更新。注意，用編輯模式修改商品庫存只能增加，不能減少。確認冇錯之後，點擊立即更新。點擊完成。複製商品，打開 CMS， 點擊商品，點擊零售商品，揾到需要複製的商品，點擊右邊檢視圖標，進入商品編輯頁面，點擊右上角的複製。複製出嚟嘅商品會自動喺原商品編號後面加卡別，可自行修改新商品編號，再點擊右上角儲存，之後就會見到商品成功被複製。刪除商品，打開 CMS， 點擊商品，點擊零售商品，揾到想刪除嘅商品，點擊右邊嘅刪除圖標，確定後，商品將成功刪除。或者點擊商品右邊檢視圖標，進入商品編輯頁面。進入編輯頁面後，點擊右上角嘅刪除圖標，刪除。確認後，商品已成功刪除。備註：曾經有過庫存變動嘅商品唔可以刪除。商品上下架，上架新商品。新增商品時，若無屬性則默認上架狀態，若有屬性則默認下架狀態。新增商品嗰陣，如果冇屬性嘅話，預設就係上架狀態；如果有屬性嘅話，預設就係下架狀態。打開 CMS， 點擊商品，點擊零售商品，選擇顯示已下架商品，為是，就可以睇到下架咗嘅商品。揾到目標商品之後，點擊佢右邊嘅上架按鈕，選擇是，咁就完成上架。
或者可以點擊目標商品右邊嘅檢視圖標，進入商品編輯頁面，點擊右上角嘅上架，選擇是確認之後，件商品就已經上咗架。下架商品，打開 CMS， 點擊商品，點擊零售商品，揾到目標商品後，點擊其右邊嘅下架按鈕，也可以點擊目標商品右方的檢視圖標，進入商品編輯頁面，點擊右上方的下架，選擇是即可完成商品下架。重新上架下架商品，由於重新上架下架商品操作與上架新商品相同，請參考上架新商品章節。